孩童觀呢係父母表示並立志按照聖經嘅真理教養子女，讓子女從小明白聖經歸屬上帝。所以父母有責任以身作則，喺兒女面前樹立良好嘅屬靈榜樣，並透過實踐真理來喺佢兒女面前彰顯神嘅作為同埋佢嘅選擇。而教會嘅會眾喺奉獻禮中係做見證嘅，同樣係有責任關顧同埋提醒佢哋嘅立志同埋祈願。喺禱告中，常為佢哋一家守望同埋支持，並營造教會有好嘅屬靈氣氛，讓孩子成長。為父母者須盡所能竭力以教養孩子成長，並按照聖經真理教導佢，使佢成長之後喺合適嘅時候為佢進行啲輔導班，然後接受水禮。呢個係一個父母非常之重要嘅責任。求主幫助你哋。我哋請今日願意奉獻孩童嘅劉志恩、曹家媛，帶埋佢嘅仔劉博文。劉志恩、曹是否誠心願意帶領這孩童劉博文歸向基督，接受他為救主？我願意。好似結婚咁。你們是否願意遵照主嘅教訓同警戒，養育佢偏離主嘅道？我們願意。你們是否願意藉着天父賜給你們的力量，愛主愛神，熱心侍奉，遵守聖道，作為你們子女嘅好榜樣，使佢哋自有養成信心與善行的基礎？我們願意。你們是否願意帶領呢個孩童自小返教會接受靈性嘅培育？我們願意。你哋既然作父母嘅，既然喺神同埋眾會眾面前表現心意，現在就代表教會為你哋舉行呢個嘅，為你哋孩子舉行奉獻禮。一齊祈禱。親愛天父，現在我奉你嘅名放手在呢個孩童身上，因為佢嘅父母願意將佢奉獻俾耶穌基督，成為上帝所愛嘅兒子。求你幫助父母建立佢哋信仰，栽培孩子從小就能夠認識耶穌基督，接受耶穌基督做佢嘅救主。現在我哋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求你賜福佢，保守佢，就好似昔日耶穌你在世嘅時候，耶穌嘅身量同埋身靈都一齊增長。願主賜福呢個孩童以及佢嘅家庭。奉我救主耶穌名祈求，阿門。好，等一等到我哋要揾人嚟握下手，好嘛？我哋請今日嘅我哋堂會主席同你一家人握個手先，好嘛？出嚟啦！係啊，你握手啦！白住先啊！一人獎係最重要嘅禮物要送俾你。嗱，揸住啦，少少地啦，好嘛？少好啦，好嘛？多謝。嗯
神啊！好，大家可以同佢握下手，表示歡迎啦。阿 Cash 咧後邊嗰個啦。好，仲有執事太嘅妹喺嗰邊，我哋都用掌聲歡迎佢。咁做開新件事咧，我哋要為阿蔣老良拍掌，因為佢今日係4代同堂喺度敬拜神。真係去教會細細地，居然有4代同堂樹，真係好難得。希望有一天喺澳洲一樣啦嚇。OK， 好仲有冇新朋友喺當中先？有冇啊？你啊？係喎，唔記得你同你爸阿媽阿 J Jane 呢家 OK。Jane 最大。好因為小朋友咧好想我哋當中聚會，原因咧我順便講埋，因為咧佢哋喺嗰個88我哋租完嗰個地方，咁俾佢哋聚會嘅，咁順便噏少少嘢啦。因為呢地方咧，我哋需要付租金嘅，我哋分咗出嚟啦，每一個月咧我哋大概需要幾多租金嘅，咁請大家為呢件事祈禱啦。咁我哋栽培佢成長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嘅，我相信我哋弟兄姊妹都願意嘅。咁聖街記住為你祈禱，亦都為我哋嘅負擔嚟祈禱啦，好嗎？好，請大家同隔離咗打個招呼，握手嘛。好。今日散咗會之後咧，大家都唔好走住啦，因為喺課堂咧，我哋預備咗一個嘅聚餐，咁就我哋有膳食執事專負責嘅呢一個，咁求主祝福，所以我哋執事膳食嘅呢個執事，膳事，真係神嘅啦。好，第3樣嘢，我哋必會收到一份聖誕禮物嘅。食完飯之後喺出邊攞金，我哋決定派金。教會月曆亦都歡迎大家取閱嘅，我哋有好多教會月曆喺出邊，請大家去取閱。鮮花奉獻，嚟緊嘅禮拜日12月18我哋會有崇拜之後嘅感恩會，請大家留步啦，司事表亦都有啦。請姊妹們留意，婦女會聽日嘅聚會暫停1次啊！好啦，第9項，頭先教師有冇講俾你聽啊？有，請你再宣傳一下。好，咁咧就花少少時間啦。咁其實唔單止係佈道會嘅，不如我就從呢一個英文班開始講起啦。上帝咧俾咗機會我哋同外群合作，咁其實咧喺平日嘅派飯同心飯堂嘅見面啦，同埋佢哋有好龐大嘅資源，就係人啊，就喺附近居住嘅街坊裏邊咧有好多小朋友，好多嘅家長。咁其實咧就再加埋禮拜六我哋搞嘅英文拼音班咧，其實咧就呢幾個月咧就同我哋緊密嘅同行啦。尋日亦都有幾個街坊咧嚟同我哋一齊去報佳音啦。我哋咧就都知道有一套電影叫做《萬王之王》喎，邊個入過戲院睇㗎？邊個即將入戲院睇㗎？咁咧就呢一套咧係科幻電影嚟㗎，係講耶穌㗎。咁咧就個 trailer 講得即係亦都好好睇嘅。咁我哋睇廣東話版，亦都咧會包場，就係下個星期3上晝11點鐘就同街坊去睇。咁其實仲有少量嘅門票嘅，即係幾個位嘅啫。但係咧即係大家唔介意條頸咧咁樣，係啦，2個鐘咧咁就歡迎同我講啦。不過其實最重要都唔係睇戲，最重要係陪談啊！
知唔知咩叫陪談啊？我陪你傾偈，陪你傾信仰。好多時咧，啲家長咧都好中意傾偈嘅。尋日咧，應該前日咧有個家長咧喺上嚟派飯攞飯之後坐喺度問我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別？問我點解要跪低，即係唔係嗰啲入車跪低嗰啲跪低，要跪喺度祈禱嗰啲。其實好多呢一啲嘅信仰問題，佢哋好想知㗎。咁所以咧，無論係呢一日嘅電影報導會，或者將來有機會咧，大家準備好可以多啲同佢哋傾，直接同佢講，我哋教會，我哋好想話俾你聽耶穌係點樣嘅。甚至咧為我哋教牧同工祈禱啦，我哋有好多嘅活動，但係都好需要有產培班，整個嘅系統係點樣咧？咁另外就係搞呢啲活動咧，其實我哋都收錢咧就都需要嘅，但係其實收10零廿蚊咧。你話一個家庭有5個小朋友咧，真係有個家庭5個小朋友。你話吃唔吃力咧，都相對吃力嘅。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願意奉獻嘅話咧，希望你可以喺奉獻嗰個嘅封嗰度咧，特別寫傳道部啦。因為傳道部唔單止嚟緊呢一次嘅報道會，其實下一年咧陸續會搞唔同嘅活動。係啦，咁呢啲遲啲再一次過分享啦。咁仲有就係每一個星期6嘅英文班咧，其實我哋請咗一個好專業、好有心嘅基督徒導師。咁嗰度有導師費咧，都需要大家弟兄姊妹有感動嘅奉獻嘅。係啦，咁無論你嘅禱告、你嘅經濟支持，同佢哋傾偈同行咧，其實都係好需要。所以我哋一齊全民皆兵，全民發光發亮，好嘛？為咗俾大家有啲新嘅印象，請大家讀熒幕上嘅第2行，好嘛？1、2、3，歡迎弟兄姊妹為報道會門票認捐，如為報道會認捐者，請於奉獻封上剔選猜傳1行，得唔得？好，第二個就呼召嘅第3行，1、2、3，現招募陪談員，歡迎弟兄姊妹向教牧同工報名。好清楚咯喎，喺個腦裏邊咯喎，記住咯喎。因為呢個我哋叫做新年家，荃灣堂嘅新年家，每一個都係家裏面成員嚟嘅。我哋需要人信耶穌，希望信耶穌需要培養的孩子，所以請大家一定，牧師常講嘅就係祈禱。李嘉榮係咪啊？係，因為佢經歷過，佢真係聽牧師講就跪低祈禱㗎啦。所以上帝大大祝福使用佢，又使到佢帶領佢父母都信主，開唔開心啊？開心，拍掌啦！用12點用線啊，不過分頭運動係幾圍嘅，先生留意啊！一定要小心啊！分頭運動。因此咧，而家咧就係要代禱啦。我哋喺週刊裏邊有代禱事項嘅，我哋感謝主，昨日嘅報佳音順利舉行。我哋感謝主，我哋喺10月28號有崇拜同埋呢一個嘅感恩崇拜、感恩會，同埋10月31號嘅報道會祈禱。我請大家喺個位裏邊開聲也好，默禱也好。